好開心，繼續揾嚟咧加拿大聯邦註冊信託師 Jane Wu 胡雪晶同我哋傾下偈。Jane 你好啊。Hello Anthony，Hello 咁多位聽眾。Jane 今日咧想同你傾下嘅咧，即係啲同商業有關嘅問題。咁由於咧疫情嘅時候咧，政府咧就有好多嘅補助俾一啲嘅小生意啦，咁啊唔少人咧喺嗰段時間咧，亦都同政府攞咗一啲嘅補助，咩 CEBA 啊、CERB 啊咁。咁但係其實呢啲錢咧好多都要還㗎。有時有啲朋友咧，亦都可能唔應該攞都攞咗，亦都要嘔翻出嚟嘅咁。咁但係如果當一啲嘅生意發覺自己而家咧周轉唔嚟，拖欠緊政府呢一啲咩 CEBA、CERB 嘅時候咧，會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咧？我哋今年來咧，就因為可能稅務局collection 追得好緊要，所以好多電話入嚟咧，就係嗰啲聽眾攞咗疫情入邊嗰啲個政府嗰啲 benefit 啦，又有 CERB 又有 CEBA， 陣間又有 HASCAP， 所以變咗好多種係疫情入邊嗰個 subsidy 嗰個幫助。咁依家佢哋打電話啦，稅務局打電話嚟追數啦，咁就個個咧就好彷徨，唔知道咩事啦，總之知道冇錢俾啊，咁就打電話嚟諮詢啊。我諗第一個個要明白，要睇下法律上係邊個人要負責任，即係話邊個係債仔，係公司有限公司嘅就做債仔借錢嘅咧，就未必你私人要負擔㗎。所以變咗個個打電話嚟到，邊個借錢邊個負責任都唔知道，就蒙查查咁講啦嚇。咁就變咗我成日提話，第一攞翻嗰啲文件，希望你手上仲有啲 copy 啦，因為你有 copy 嘅話，我睇到咧就比較準確啲。但係普通嚟講，如果係有限公司借錢嘅話咧，多數嚟講咧，應該嗰個董事嗰個 owner 咧就唔需要負責任。間中咧，我哋都見到 HASCAP 咧都有啲銀行咧就話要攞擔保嘅。最緊要我想講就話，大家唔好 panic，唔使緊張，有好大機會咧，你私人唔會孭上身嘅。咁就收集咗啲文件，我哋睇到之後咧就俾個意見你，咁你就知道如果真係有限公司，如果公司冇營業冇資產嘅話，稅務局追咧都收唔到噶啦，因為嗰個公司已經係我哋話即係冇咗 asset。冇即係空殼可以咁講啦嚇，就唔個公司俾唔到就唔需要俾，就唔會跌落去私人嗰方面嘅。咁所以咧，聽阿 Jane 講啦，大家咧就首先唔好淨係坐喺度擔心先，咁啊揾翻晒有關嘅文件出嚟啦，咁嚟睇翻要負責嘅究竟係咩單位啦，咁啊有冇做擔保啊等等，咁最緊要咧就係揾一啲專人去幫你。咁啊 Jane 講完呢一樣嘢之後咧，想問翻另外一個問題。你成日同大家講咧做債務重組啊，咁有好多朋友咧做咗債務重組，咁啊同呢啲債主啊可能傾掂咗數啦，以一個較為低嘅每月嘅供款去還自己所欠嘅錢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做咗債務重組，都發覺自己仍然係冇能力償還每一個月嘅嗰個金額嘅時候，有咩辦法咧？有冇嘢可以搞嘅咧？法律上，如果你有咗個重組咧，如果你個入息變得好緊要咧，就可以我哋翻去同債主通知債主攞一個證明，就話你以前5000蚊入息㗎，呢家跌到2300嘅咋咁就變咗可以咧，法律上再要求債主接一個新嘅重組，即係話改咗嗰個供款唔使咁高啊，嗰個係第一個辦法。咁第二個辦法，有啲人話我根本都係可能冇咗份工咁先算啦嚇。根本冇收入。咁啊，係啦，冇收入啦。咁我就話不如俾少少時間，因為你個重組咧，就算你可以3個月唔供 ，OK， 跟住先至取消。即係話，如果你 miss 咗1個月miss 咗2個月都冇問題㗎，你可以追翻嘅。咁就俾你有個機會咧，睇下你揾翻份新工嗰度係咪好容易做唔做得到啊？所以 again 打電話嚟同我哋商量，唔使咁急嘅。即係話我哋永遠俾個適合個意見俾你點做。如果你話我已經失咗業6個月啦，真係做唔到啦，咁就可能要改嗰個解決辦法啦。咁就變咗全部每一個情形都係睇情形嚟先知道點樣適合解決。所以有問題嘅話咧，唔好自己坐喺度擔心啦，最緊要咧揾專業人士幫手。Jane 同我哋講多次點樣可以揾到你啊？好啊，上我哋網站揾到我哋啦，嗰度可以俾個 landing，之後俾個 email 入嚟啦。如果唔係嘅話 call 中文線416-496-3503，咁我啲中文團嗰啲助手咧就會同你約個時間傾一傾你個情形係點噶啦。今日唔該晒 Jane。Thank you， 拜拜。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
清咗筆信用卡數，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做咗債務重組，而家無債一身輕。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要無債一身輕，你我都做得到。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